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香港昨新增加21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其中有5例是普遍体检发现的。昨9月7日原本是香港立法会4年一变的选举日，之前因为香港政府因为讲疫情的关系，宣布选举要延期1年。昨香港嘛是有抗议游行，至少有289个人被警方抓起来。超11岁的女学生想要赶紧离开，所以向去边仔4个香港警察，硬用身材优势压伫咧涂骹。甲伊做伙阿兄嘛，共款去用制服，去用指控违反限聚令。毋过2个人手无提武器，嘛无想要攻击的意思。外界批评讲警方执法过当。香港网友7日下晡发起九龙区游行，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然后选举甲推出健康码等等的诉求。警方是以游行无得到不反对通知书，呼吁市民唔通参加，而且伫现场举拿旗来警告。Because right now the protest is bann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o we have to fight for the space to voice out what we care, what we want to talk about. So today is a very good moment. 佢唔知什么物件来甲警察打，警察嘛使用号召弹来回击。一阵便衣的警察嘛冲起咧压制搭物件的科技人士，毋过就算民众两只手举起来要投降，也是去互警方拖咧行。伫咧油麻地甲旺角附近，继续有民众直接集合，而且用物件甲交通路线顶掉咧。警方统计，一天落来上无抓289个人，其中270个人涉及非法集结。我諗個警力嘅規模當然係相當之大啦，咁而我相信即係香港人靈活變通嘅精神，亦都會讓到我哋即係每個人會有更加適切嘅考慮。你自己擔唔擔心？冇人可以確保到自己嘅人身安全，但我哋嘅責任係繼續去作我哋嘅倡議，作我哋嘅訴求。到7日飯點為止，香港新增加21例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其中6例是境外移入，15例是本土確診。累計達到4879例，特別注意的是，其中有5例是透過社區普遍體檢來發現的。目前累計全香港已經有超過102萬嘅人來做檢測。香港政府表示，評估需求了後，決定將普遍體檢檢測計劃延長4天到9月11日，若是有需要，會當閣加延3天。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翠安國家對嘉里科技公司涉嫌佇簽名制翠安內底參中國制翠安交予政府。以前指揮中心昨日是開記者會表示，目前已經回收127萬片。另外，昨國內嘛新增加一個對菲律賓帶病入境的武漢肺炎病例。來看詳細報道。國內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閣加一個，個案是40多歲本國籍男性，長期住佇菲律賓做生理。9月7日，佇當地捌出現發燒、腦後痛、胸腔雜雜甲真喘，毋過無就醫也無食藥啊。伊家己講捌接觸過住做伙，而且已經確診的菲律賓朋友。9月7日，轉來台灣入境時主動通知，第一擺採檢是陰性，因為正常繼續再次採檢才確診。掌握個案的接觸者5人都是這個機組員啊，那因為都有適當防護，列為自主健康管理。針對有關翠安國家隊嘉里科技公司涉嫌以中國翠安納入簽名制翠安，指揮中心表示，這2天本地翠安攏總回收127萬9千多片，以新北市佔9成上濟，而且海關搭配檢驗發現8月7日到9月3日，關務署查獲577件扣押83萬多片的翠安，攏是假票台灣製 MIT 翠安。另外，今次有翠安國家隊也會做確認，有計2禮拜內會有結果。它屬於它標示不實的部分呢，大概就貿易局會去裁罰。那它比較在刑事的部分，現在扣押在海關，就會後續移給檢調來處理。指揮中心強調，為了要讓民眾清楚辨識，倒一寡是醫用翠安，倒一寡是非醫用翠安，未來將採用特片更新標示。但8日甲行政院長蘇貞昌報告了後，才會有具體辦法，有計1個月內完成。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一個上新的消息，今仔透早6點23分，屏東縣發生規模3.9的地震，上大的震度是伫屏東佮高雄2級。再來看天氣，今仔各地攏是一份好天的天氣，只有花蓮台東會落陣雨，佮山區過道了嘛有雷公雨。來看上新的溫度。
中东风台海神虽然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哦，也毋过海边啊有长影，气象局提醒，今仔北部、东北部、恒春沿海佮有马祖嘛是有长影，家人北海岸爱特别注意大影，民众上好是莫去海边啊。今仔是24节开的白露，代表天气豆豆啊变甲较凉冷咯，早暗会有落水哦。今仔透早上低温已经无到20度，苗栗只有16.8度，也毋过日时嘛是会阁真烧热，温度嘛有可能会超过35度。南部山区嘛爱特别注意过道了，嘛有短暂的雷公雨。再来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哦，这几天台湾是吹北风，中南部因为地形的关系，空气品质是变甲真歹哦，空气污染真严重的台中哦，愈发明显。虽然台中市环保局已经赶紧来协调中火减少排放，也毋过环团是认为，这种的动作嘛是上过慢咯。开机车人和日头拍甲挡袂掉，但红灯嘛要尽量避伫阴凉的所在。天气虽然好，这拄啊进入9月，都有袂少做家庭话烦恼刷落来空污鬼。因为小朋友都有一些那个呼吸道啊或者什么，就是他们都有过敏，所以其实还蛮怕空污的。要重新再适应嘛，所以小朋友当然咳嗽啊，那个什么过敏啊，几率就会更多啊。这样烦恼毋是无原因。根据台中市环保局的监测资料，初六拜日下昼3点，台中市16个测站显示空气品质转歹，其中有5个 AQI 指标已经超过100。根据环保署的空品检测，为初六开始至少4天，中南部的 AQI 指数拢超过100，初六中南部佫确实来到80以上，臭氧浓度也因为光化作用明显提悬。我们有协调台电的灯火它在这个氮氧化物的去除的设备里面多喷注这个氨氮的化学物质，让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降低。因为受到海性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湾的环境风场转为北风，东南部位伫下风的所在，更加会累积空气污染物。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已经通知包括中火顶前30大污染源港在，也加强稽查。建立一个机制。什么样的天气形态、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做一些及时的反应不要让人民已经在空污的状态之下了，然后跟你反映了，你才去做处理环团认为，受这款的风场状况，会当透过预测事先预防，因为这几天污染已经发生，加紧急启动相关措施，显然对特殊天气形态的空污应付不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第10号风台海神，目前暴风圈已经进入日本九州地区。今仔早起会登陆南韩，虽然强度已经减弱做中度的风台，也毋过根据 NHT 报道，将海神风台扫过九州南部地区，至少造成24个人受伤，有超过184万人撤离。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中国时报》，面对原厂戴姆勒公司控告咱国内做车顶的厂商地保工业的车顶设计侵权，地保一审败诉，2审会伫明年来宣判。国内汽车零组件的厂商嘛拢真紧张，烦恼讲嘛可能会封告。若是事件扩大未来消费者就无继续合格副厂零件会使来选择。咱国一年超过2000亿的汽车零组件的产业，嘛会受到冲击。再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第一季全国新增加买厝贷款平均贷款的基数是269期，是有史以来上长的纪录。若是每个月拢固定还贷款爱22.4年才会使还了。也毋过目前平均贷款的利息是1.79%，是史上第2低。再来看《苹果日报》，疫情指挥中心目前嘛有减压，有另外一间翠安工厂，把大量进口中国製翠安，货目前搁伫底，目前搁在查。昨指挥中心嘛公布讲，有查到超过83万片假做台湾製翠安，为中国要进口来台湾的时阵，就互查到，目前是无进入市面。昨本来是讲这有可能嘛是翠安国家队的成员，也毋过后来是搁表示还未确定。今仔疫情指挥中心会搁来说明好清楚。
民众若是买到家己科技的喙烟，是要安怎来换回退钱呢？事实是表示对初六昨开始以徛名册方式买到的，会使去有配合徛名册的药局还是卫生局来换回。若是家己私底下买到的，对初九开始，也就是这礼拜三就会使去当初买的所在来退钱。第一天有就这里4000多片。药房的仓库内面规箱拢是人客摕线装的有问题的喙烟，敢若第一天就4000多片，第二天要上1000片。嘉利科技公司敢若是滥用中国制喙烟做医疗用的喙烟，代志发生了第3天，一早起医院有民众到药房办理退换费。我去换过了好几个，10几个嘞，我都去要还您的啊。大家过敏，就害到我们家女儿，对不对？嘿啊！为了要方便民众退换，卫生部食药署公告，自初六开始到10日，民众伫实名制所买的有问题的喙烟，爱写换费单，包括名加身份证号码，而且喙烟正手柄下骹就要印有 Carry Mask 更印字才当换。到在台湾有卖实名制喙烟的药房加卫生所，拢会当登记退换。因若是非实名制，家己去外口买家己的喙烟，自9月初9到10月初8，民众摕发票加商品到原本买的所在，每一片会当摕5块。那有民众是没有意志要来换的吗？目前有碰到，但是经由解释，他们都有接受说明，然后了解事件的缘由，就只有嘉利公司有问题，所以他们就会再带回去。嘉利科技公司的大门是锁条的。门口有打退换费广告，食药署提醒民众爱注意退换费规定，看去倒位才当退换，才袂加走一抓。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2700万例，有88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493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800多例，日本超过72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跟印度。美国已经超过645万例，巴西超过412万例，印度超过411万例。欧洲方面西班牙嘛超过51万例，英国超过34万例，法国嘛超过34万例。再来看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互人下毒，目前人佮伊德国的病院嘛佮有性命的危险。验血结果德国是表示纳瓦尼是因为一种神经毒剂诺维乔克中毒。普丁政府嘛方指控讲是背后的凶手，也毋过俄国政府是一再否认。第时间要阁看到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尼进入活力，徛伫示威的第一线是真困难。伊当期去俄罗斯政府当作是肉中刺。8月20日，伫咧西伯利亚托木斯克机场的咖啡厅，那就去互人伫咧地内底下毒，怎来分起？目前伫德国必临来急救。德国证实，纳瓦尼会样本检测出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就算讲纳瓦尼中毒的方式真神秘，毋过伫俄罗斯并无特别。苏联时期用来处理政敌的毒杀方式，在普丁接任叶尔钦就代了，过来恢复。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的政治人物、记者甲间谍都一直传出讲互下毒。其中上有名的就是2004年调查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Doctors confirmed to me that I was poisoned. They don't know exactly how, but it was something in a tea that I drank while flying. 身为普丁的批评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躲过毒药的攻击，毋过2年了，却伫咧秘书科家己厝里外口去亲手暗杀死亡。日中亲美国的乌克兰前总统尤申科是伫咧2004年选战期间，第二新中毒了，转来毁容。有愈来愈侪海外俄罗斯反对势力去用锁定，2006年已经规划做英国籍的苏联前情报员利维宁科，伫伦敦去用以放射性的物质扑211控来攻击死亡。伊的太太到10年了，还阁伫咧找找答案。Found as a fact that both Vladimir Putin and Nikolai Patrushev, the director of FSB at the time, personally approved assassination.
2018年，有特务炸苏联时期研发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来英国，这个目标是前俄罗斯商品间谍斯克里帕尔。In March 2018, Sergei Skripal and his daughter Yulia were found unconscious on a public bench in Salisbury. They'd been exposed to a powerful neurotoxin. 英国发现俄罗斯特务甲诺维乔克抹伫咧斯克里帕尔因兜的门手跌悬，虽望病仔两个人无代志，啊，毋过另外一个查某人去毒剂杀死。英国点名执行暗杀入背是两个俄罗斯的军官，嘛认为主使者就是克里姆林宫。英国甲美国总共甲正百个俄罗斯的外交官赶走，针对这寡指控，俄罗斯拢做否认。啊，毋过要下到需要科学知识，搁要经过规划。异议人士指出，为着要维持政权，若是会当互反对派噤声，对俄罗斯政府来讲，距离那像毋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爆炸已经超过1个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儿童工作坊哦，为这经过大爆炸的囡仔提供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另外，毛医生是免费来帮受伤的人做美容空嘴的手术。8月初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爆炸，造成超过200个人死亡，几啊千个人受伤，规座城市密密麻麻。经过几啊礼拜，58岁生还者乔曼娜身躯顶个拢是去互玻璃碎片喷到的疤，伊决定要拄毒疤开始疗伤的过程。拄好有一个整形外科医师免费提供予像伊这款爆炸生还者毒疤的服务。بقيت 3 أيام منا سهلة أبدا، كنت حاسة حالي عم موت، عم تطلع روحي لأني كلني ردود وبعدني بقول أحسن من غيري بكتير الحمد لله。7岁萨登还有2岁妹妹吉赛勒，嘛伫这场大爆炸内底受伤。整形医师真有耐心的替因拆线，爸爸妈妈伫边仔真着急的等待。这拢是贝鲁特大爆炸了后，生还者复原的生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甲黎巴嫩公益团体来合作，逐工邀请100外个小朋友来参加艺术工作坊，观察因敢是受到心理创伤，这个对伊的行为甲症状判断敢是要进行个别的辅导。تبول اللا إرادي، صعوبة النوم، الأحلام البشعة، هيدا بتصير تمتد لأعمار كمان الأكبر. كمان عم نشوف انه في كثير من الاطفال عم بيعانوا من يعني من نوبات اوقات غضب، نوبات بكي。这个小朋友胡山就伫咧家己厝里附近的公园参加工作坊，透过画图用手来拍节奏。工作人员希望这个囡仔会当投放情绪。ما حسيت انه يمكن اعيش، خفت على امي وبي بس دغري خبرت مع اخواتي. خفت أول شغلة على أمي وبي، أوقات بقى يخبط الباب بتذكر وبحس مثلا كيف شو صار معنا。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共有10万的囡仔伫咧贝鲁特大爆炸受到无共程度影响，其中有一半出现创伤的状况，需要心理健康甲社会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有一个得到罕见疾病的查甫人考特，伊伫希望讲会使安乐死哦，也毋过法律上煞无法度。现在伊决定要来停止治疗，嘛要食物件，伫面册来直报伊家己的死亡过程，希望互大家来重视安乐死的问题。面册虽然尊重伊的决定，也毋过最后嘛是决定要来封锁这段直报的画面。Le demain ma délivrance commence et croyez-moi, j'en suis heureux. 57岁法国查某人考克得到罕见的不治之症，动脉血管病会黏做火，卡床真久。多年来一直争取安乐死，协会请求总统马克宏斗相共，也得到无法度超过法律无法度帮助的回批。伊初时透早开直播，最后一摆向2万挂名关注者甲朋友告别。刷落来，伊除了止痛药啊，将停止医疗，拒绝饮食。有计5天了后，走向人生的终点，并且将规个过程直播，凸显当前法律对人造成的真大痛苦。也毋过，并且表示，虽然尊重伊凸显这个复杂问题决定，也毋过依然有义务封锁任何想要自杀的影片。安乐死问题伫法国一直高度争议。2016年修法了后，温存重症患者临终前以药物深度冰症昏迷，一直到死亡。像考克这款的主动要求安乐死，以避免长期痛苦，法律依然无法度温准。当地更较有名的案例是食物人兰伯特，伊伫2008年奥多拜事故了，成为食物人，经过长期的法律攻防，伊诉总算伫去年7月为伊挽讲，予伊自然过身。
欧洲的比利时、荷兰、瑞士、德国甲卢森堡等5国，依书协助安乐死是合法的。今日机会，法国当时的卫生部长布赞表示，政府将会再次考虑安乐死的问题。不过，这个计划因为随后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所暂时中断。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白罗斯昨有大批的示威者伫总统大附近抗争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落台。无真侪多市的民众拢有响应，最后是有100个人被警方抓起来。再来看日本的广岛大学宣布讲，波长222纳米的紫外线会使杀死武汉肺炎的病毒，伫室内使用这种光嘛会使来避免感染到病毒。再来看，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各国拢抢要出货，造成货柜海运大起价，包括欧洲、北美、南美的船帮拢起价真侪。再来看总统蔡英文，昨礼拜日人拢伫南部，也毋过昨早起伊出席活动的时阵，有民众伫现场抗议三肉精的问题昨下晡，蔡总统嘛甲高雄市长陈其迈做伙来视察交通的建设，展现中央要来建设南部的决心。要来向咱的蔡总统蔡英文呢来做一个真情。抗议美国三肉精猪肉被进口的民众，伫咧场外喊甲正大声，也毋过敢若拢无影响场内总统蔡英文的心情。总统伫今仔日参加全国律师节庆祝大会，讲到通过律师法修法加国民法官法。国民法官法也在今年7月3读通过，我们即将迎接人民担任国民法官和职业法官合审合判的刑事诉讼的新的制度，代表的司法判决将会更贴近社会普遍的感情。总统蔡英文礼拜几天拢伫咧南部，伊所讲的拢是连赢执政这几年的相关成绩。下昼甲交通部长林佳龙、高雄市长陈其迈最近视察大港桥甲捷运延伸路德的计划2大建设，也是补选了2个人第一遍港台。亚洲新湾区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就特别安排总统能够来看我们高雄的产业转型、捷运黄线跟捷运的红线的路主延伸段，我们希望说能够加快这些交通建设的进度。就着中央执政的优势，陈其迈伫咧选举时阵提出诚侪建设甲产业政策。总统蔡英文这边落南实在相关计划，显示中央想要替陈其迈兑现选举支票，扭平南北差距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国民党伫国父纪念馆举行全代会，当初是江启臣搁一遍强调讲，国民党的迄身价值是中华民国92共识一中国表，拢嘛是以宪法为本另外，国民党嘛利用全代会要来发动是安公道的联署，表示讲因反对政府通过开放美猪的政策。国民党全代会伫国父纪念馆进行，舞台顶的大字“和台湾保民主拼未来”是这边全代会主题。党主席江启臣也重申国民党核心价值中华民国。国民党历来关于9·2共识、一中各表的表述，皆本于宪法，也因此我们主张以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延续两岸互动。并寻求互动方式的与时俱进。面对这种党的独断滥权，抑个网军的抹黑霸凌，江启臣讲，将一面对外修正，一面对内改革。因故伊的新两化论述，引起一寡党内大怒不满。前总统也是前党主席马英九替江启臣讲话。其实江主席本来就了解，那经过跟各方沟通之后，他认为坚持9·2共识、一中各表。跟我目前国民党跟中华民国的方向完全没有违背。两岸的交往绝对不能够被贴上所谓恶意贴上，所谓的舔共或亲中卖台这样子一个恶意的标签，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出这样子一个困境。全代会最后通过财务稳健、组织改革、青年参与、两化论述等4大改革结论。为了要展现国民党的团结，党内炮火对准执政党所通过开放美猪政策，发动实安公道联署，行动局表达反对。我是瘦肉精，我来台湾当然是来吃人的呀！我在这里宣誓，就算地方法令与中央法令有抵触，但是云林良品猪肉坚持
瘦肉精零检出，瘦肉精的猪肉要进口，连内脏都要进口，你能忍受吗？婚姻馆长张丽仙、嘉义市长黄敏惠等大型执政县市长，伫党主席江启臣带头下，强烈捍卫台湾都。自9月12日开始，全台湾进行公投联署，要用行动争取更加侪认同，也为国民党的未来争取更加侪执政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明年10月份开始就会使进口。为了要让民众安心，卫福部宣布讲，明年伫超级市场、菜市啊，也是点心档，亲像是卖肉色饭、贡丸汤哦，只要是甲猪肉相关的制品，拢爱标示产地，连立体的大小嘛拢有清楚的规范。规大地台湾温体猪肉放入去加气加水加肉，煮起来了后的口感气味，拢比冷冻肉较好，人气较介意。自明年1月开始，因为美国猪肉会当进口，伫市场所卖，就算是现港台猪肉，也拢爱标示产地。因为我们黑毛猪它都会有盖印，所以都有做过那个卫生检验的合格章。你说还要再另外再做标签吗？其实对我们卖家当然一定会不方便。我们这都是台湾现杀的呢。对啦，这样会比较好啦，我们会吃得比较安心啦。若是猪肉加工品，亲像是便当店的罗马素。便当的配菜、贡丸汤，抑个传统市场定定看到的红糟肉、鸭庄的卤猪脚，只要是猪肉的制品，拢爱标示。卫生部初步的规划是，包装食品会当伫咧营养标示内容物内面标示猪肉的产地，餐饮业者会当伫咧菜单或者是店内标示。若是散装的食品，就爱插牌啊、字卡、字的大小也拢有规定。你觉得有标示会让你比较放心吗？标示没有用啊，像产地，你要哪一个产地，你要哪一个国家，它什么标也有啊。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那个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那因为这个真的是比较食安的问题啊，所以你现在本来就是可以做筛选。卫生部强调，若是食品内面有用2国以上的猪肉，也拢爱标示清楚。若是无标示，上悬会当罚300万；标示不实的，上悬会当罚400万。卫生部这礼拜开始会到各大卖场、加传统市场示范安怎标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宣布有条件开放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进口，引起真侪讨论哦。到底3百种也就是莱克多巴胺，会对咱的健康有啥物影响？来听专家安怎讲。总统蔡英文伫咧8月28宣布开放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进口，针对3百种莱克多巴胺，政府表示会订定安全的容许值，替民众的健康来把关。但是专家指出，针对心血管疾病患者，也是有更较悬的风险。刚才提到一些所谓的高风险的族群，因为假如一个民众他本身有心律不整，他不知道他暴露了，他可能他的风险是比一般人还要高的。一个民众他本身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有脑中风，他如果在他的饮食当中突然之间吃了大量的莱克多巴胺，就可能会心悸、会心跳变快，然后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那心血管疾病患者，针对代谢速度较慢的肝病、腰子病患者，3百种有可能会造成健康的疑虑。我们台湾很多肝病跟肾脏病的患者。而这些肝病、肾脏病患者在代谢莱克多巴胺一定会有问题，跟正常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反应可能跟一般国外他们所评估的会不一样。要安怎伫咧开放美国猪肉的时阵，嘛来控管3百种伤害人体的风险，是政府必须要处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本土创作乐团打到乱歌团的主唱严英玲，伫顶礼拜六暗时，屏东万丹的演出的时阵，亲像因为心脏病，伫台顶昏倒，最后不幸过身，享年50岁。严英玲捌得到第21届金曲奖上佳台语专辑奖哦，嘛捌入围第21届金曲奖的上佳台语男歌手奖。伊伫2016年捌甲总统蔡英文写过竞选的歌曲。打到乱歌团是以台语本土创作拍出名声，伊甲台湾农民的故事拢写伫歌内面，嘛行打到台湾各乡镇的庙口，唱出台湾农民的心声，是一位热爱台湾土地创作型的歌手。
再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是愈来愈大。全国自杀防治协会表示去年有收到35000人想要行底路的通报，虽然是比以前较少淡薄，也毋过其中青少年的通报的人数却是增加，背后的原因值得咱来关心。卫生部统计，去年有35200华人被通报有想要自杀，平均1点钟就有4人想要自杀。虽然总体人数比往年较降，不过青少年甲适大人有小可增加，15到24岁增加47人，比往年上升22.4%，65岁以上增加0.5%。这几年新出来的网络上面的一些人际关系，它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一些人际关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能要对年轻族群透过网络怎么去结交朋友，怎么去建立关系上，要有一些指导或是一些引导。全国自杀防治协会分析，少年人自杀率增加是全世界进行，像日本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是30年以上悬。社会就要更加重视少年人所面对的生活甲心理的压力。协会顶半年做个人心理状况的调查，发现企业经营者受疫情影响，压力真大。比如说收入啦，或是工作上面，其实还是增加很多的一些不安全感，尤其是一些30岁到50岁的一些中壮年，他们也会担心对未来的一个情况，加上疫情的冲击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协会讲统计发现，自杀自开始想去做到自杀死亡，那是重大压力造成的自杀，平均差不多是1个月到2个月。不过，若是因为严重精神疾病造成的自杀，过程可能要1年甚至15年。所以，若发现有情形，上好是量早关怀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大学陆续开学咯，昨台湾大学开学典礼，大校长关仲敏就鼓励学生，就算国际冲突甲比拼无停过嘛学生爱继续打拼，互世界看到台湾。今年学生代表是一位戏剧系听众生伊鼓励大家爱有自信，活出家己的人生。台大开学典礼上，加强防疫无放松。入口的所在喷酒精量体温徛名在进场，就算是专程需要挂喙暗嘛按袂掉。大学1年新生面上欢喜的心情。找到自己的志业吧，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希望毕业之后可以先到可能国外去做博士后研究，然后可以希望有机会回国当教授。今年台大学生秘书是有一名台大戏剧系学生代表，伊捌担任羽球队队长，演说练等一直到最后，而且公布家己其实是听得障碍生，鼓励大家贴标签，活出家己。我曾经因为自己是听障生而害怕在大家面前说话，害怕不清楚的咬字会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柄，但我不愿意被这样一个标签框住，所以我今天站上台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面对疫情冲击全球，台大校长关仲敏表示，台湾会当正常上课，伫世界实在罕见。也勉励学生，后疫情时代国际情势更较复杂，全球经济更较衰退，提醒学生爱继续甲国际连接。大国之间的冲突角力不断，而你们的大学生活就将从这个不安而且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开始。台大其实就是台湾的门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擦亮这块门牌，让大家在世界地图上都能看见台湾。近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由英国牛津大学摕第1，台大排名第97，名次比去年第120名大大提升。头一摆客日，泰晤士高到世界100大排名，创下0年上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基督教病院因为起大楼造成附近的中兴路路面放弃，有工人受伤。中华县政府初步是怀疑讲是咧灌暗温土的时阵无细离，地基漏了。当地民众嘛表示，时间1个月放4遍，实在是伤离谱了。民众向公走出来，土骹已经出现一个大窟窿，工程人员赶紧灌井，就惊窟窿佫扩大。位伫中华市中兴路附近的路面，赶近中基病院第7期工程的工地，拜六暗11点外突然发生崩塌，当时还佫传出一名工人跌落去，好佳在只受轻伤。日时等到现场，崩塌虽然无扩大，也毋过居民讲已经毋敢点入出来。没有办法做啊，
你看你这样子倾斜，那你光走进去，你等一下可以自己走进去看看，你走进去就头晕了。人在这边也会怕啊，你看那边瘫的，我身边什么时候下去，谁会知道？哎呀，都是一种危险。居民摕铁丝测试，真简单就会当插入涂骹内，外口的壁也有明显的避损，甚至伫室内摕水管测试，水管也会家己连震动。烦恼地基毋但无稳定，民家厝也受到影响。居民讲，自从施工1个月过以来，陆续发生至少4件崩塌，民家厝受影响的至少3户。官府表示已经派人了解，也要求工地停工。那礼拜2的时候，我们会来跟住户办召开一个说明会。让住户来了解他们未来的目前的发生的一个状况的情况。反正我们现在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先把它补起来就对了。是。官府初步了解，技术灌注工程无细腻，引起土壤溢出来有空地基，目前并无安全的顾虑，将受害住户安置伫附近的旅馆。除了要求工地停工，也请结构技师进一步到场鉴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全球气候变迁，利用温室来种植的情形是愈来愈多。有农改厂甲农民特别来改善温室内的土木环境咱嘛做伙来了解。农改场人员对农民解说，新的技术要来改善土壤。嘉义县太保这个温室农场，地下水的水位伫70到90公分左右，土地盐化问题严重。为了要改善这个情况，农改场在暗讲增加排水，用滴灌技术控制水量，再用生物炭来改善土壤。滴灌可以用精准施肥的方式，让肥料跟水达到最有效的方法。那土壤里面就会减少累积的量。那相对减少累积量，我们的暗管去排，把原本累积过高的盐分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它排掉，达到那个产值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快速的提升，以及土壤盐化的这个问题的处理。伫作物种植进前，先伫土骹大暗讲，增加土壤的排水的能力。农业处表示，嘉义县温室种植面积目前是全国统计的所在。目前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解决土壤盐化影响作物生长的问题。从暗管排出的水量会比我们供给的量多出3倍，那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其实供给的大概只有1分，它排出的有到3分，就是因为它已经把土壤中自己本身存在的钠也从暗管排出去了。为了要降低气候对农业种植的影响，嘉义县使用温室种植的情况是愈来愈多。县府表示，如果确实会用改善土壤的状况，未来嘛会考虑补助这项相关设备的费用。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有愈来愈多少年人想要留伫家己的故乡来经营事业。来看南投民间乡，就有少年的地农甲社区合作，推出深度旅游的行程，开放地园，互游客来体验满地做地的过程。然后炒这么久。大树落啊，踮上百度的高温大鼎内底，来回冰茶拄挽落来的地叶，民众是大粒汗、细粒汗，感受到用过做地人的辛苦，不过也是趣味的体验。感觉蛮好玩的，从采收到整个做好，让我们在锅子里面翻炒，戴手套在锅里面翻炒，然后不要让茶叶炒干了，然后一直炒到它水分都没了，然后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喝茶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但是我们不知道前面是这么辛苦这样。地叶是台湾部分地区重要的传统产业。台湾歌谣内底也有满地的小宝歌，唱出满地的辛苦，甲做事人讲笑开的心声。民间乡自古以来因地理优势，种地做地，到今社区和在地业者合作并产业行销，规划深度旅游，让游客体验满地做地的过程。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在用手工炒茶了，大部分都用机器炒，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代祖先的智慧然后这样子让它传承下来，让后代我们也可以继续有这种手工炒茶的体验。民间乡农产品百款，在地人安怎找出特色来行销，是推广成功的秘诀。唔但通做地方发展经济，也通将家乡的名声透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新社区的福民国小，这间学校位伫海拔600公尺，会使讲是一座山南的学校哦。这附近拢个种葡萄，为了要让学生会使来了解在地产业，学校嘛带学生做伙来斗相共种葡萄，互因实际来体会做事的辛苦。农夫详细说明如何种葡萄，也个需要注意的美感。种下去的时候要超过它的根部啊，把根部都埋在土里面。
选日好天，伫老经验的葡萄农真有耐心的带领之下，和学生做伙种葡萄。这个小型的葡萄果园是学校内的欢喜农场，因为福民国小大好伫北毛台的葡萄产区，所以学校推设葡萄课程，让学生了解在地特色。那我们每次安排的课程会有不一样。那今天各位看到的是我们葡萄种下的课程，那到时候我们会有采收包装的课程，那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葡萄课程。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的社区的产物，让他们更能深刻的爱这一个地方。师生照不同的季节种着时的菜色、水果，嘛趁着下课时间来农场做农夫、除草压水。更较有意义的是，辛苦的修行也可以当摕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是种菜，然后的一个开心农场，然后它有些种的菜，它可以让我们再去义卖，然后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在地囡仔亲手参与爸母的石头，嘛和成长的社区建立感情。自细汉就互囡仔接触土地，自然对这片土地会有感情，同时嘛会晓分享甲付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仑背乡的东明社区，去年争取小安区的主题公园哦，今年佮运用仑背出产牛奶的特色来拍造年牛公园。这个东明社区的活力佮创意，拢真受到外界的肯定。古水的牛也佮有大罐的牛奶，看起来整齐佮有风格公园，拢是社区职工做伙动手整理的。做这社区吼，大家安尼团体，安尼大家在一起安尼吼，感情大家啊互相联络感情，感情足好诶。所以讲吼，我感觉讲都有闲，就来遮帮做工课啊。无闲嘛是爱来啦，因为要做志工吼，大家拢做合作诶啦，嘿啦，吼，因为这社区吼要发展，要较水，大家拢做认真诶。配合县府的社区营造政策，仑背乡东明社区伫108年就已经完成交安客家的主题公园。今年更加用仑背牛奶的特色，打造出一个奶牛主题公园。原本这是新中仑的点，阮转想，阮仑背有这个特色，阮就把这个园区打成这个乳牛的故乡。农村因为人口搬徙严重，真侪空地拢拍远。东明社区发展协会伫得到地主同意，利用在地特色、奶牛的元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社区公园，嘛号召乡亲做伙摒扫环境，毋但后代品质变好，厝边隔壁的感情嘛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科青公布军公教人员的退伍基金提拨的费率，为明年开始到2023年，会一年一年调悬，最后要调到15%，平均每一个军公教人员爱加纳590块，政府的提拨比例嘛会做伙调悬。科青县传输部宣布，军公教人员退伍基金提拨费率自明年开始，每年调1%。现行的军公教人员提拨费率是12%，自明年开始调升到13%，2022年调到14%，2023年调到15%，平均爱加纳590块。引起公教军警退休人员总会不满，认为政策伤赶，应该开公听会甲军公教人员沟通。公园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调薪了啦，你突然间要增加公园3年后增加将近600块，对一般的小家庭是一个很严重的负担呢。军公教退伍基金现行提拨费率是12%，自2006年到即马已经14年无修正。传输部讲，这面调整是根据退伍基金第7次的精算结果，也是为着要改善退伍基金财政的欠额，采取加纳少领的原则。虽然军公教现职人员调悬，政府的提拨比率也公布调升到65%，调悬的费率拢是放到退伍基金内面，对退休人员更较有保障。因为我们多缴1%哦，政府是提拨65%，个人是提拨35%，也就是说政府它的财政负担会更多一点。调高了提拨费率以后，其实对退休人员他来讲是更保险。对是毋是开公听会，传输部表示，这项修法涉及政府预算的编列，所以无开公听会。提拨基金管理委员会内面也有军公教的代表，
考试院甲行政院协调真久啊，拢是依照法制程序修正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位今年45岁来自非洲刚果的媳妇罗德伊，伊17年前来到台湾传教，为着甲乡亲时代沟通伊个专工去补习学台语，伊用台语读圣经，嘛定定送物资给弱势的人。咱做伙来看伊伫台湾的故事。祝幸福，感谢着你从孩子主。耶稣基督。用台语稳稳啊读圣经，替人祈祷。非洲刚过来新妇罗特基来台湾17冬啊，这10多年来，伊拢伫咧台中市大甲区圣 Joseph 天主堂服务，为着和在地时代伴侣沟通，罗新妇下功夫去补习学台语。大概6个月，我就觉得我可以沟通。我们有一些阿嬷这边没有受过教育吧，他们只会台语跟日语。说你不得不去家长台语的，就他们会觉得比较亲切的。原本一句台湾话都听无，经过几个冬的打拼，即马罗新妇的华语和台语拢更加不离认同。这也互伊不管是伫咧推萨教会事务、号召教友，或者是创立物资银行、助赞弱势，拢加真里边。正人讲到伊是拢真感念。啊，神父很有爱心，很活泼，然后每次都是满面笑容的对待那些关怀户。个性蛮和蔼的，也很容易沟通的呀。今年45岁的罗特基媳妇，一段路对非洲跋山过岭来台湾看顾弱势，伊也谦虚学习。去年也顺利摕到交通大学的博士学位。伊讲台湾已经是伊第2个故乡，未来伊也阁有侪代志要做，奉献的脚步伊袂动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的观光受到疫情和政治的影响目前是非常的惨。到旅行社推出是新旅游，一推出名也都拢互抢了了，咱嘛做回来看卖。过去1年以来，香港地区的观光旅游头起先是受到街路民主运动的冲击，所落来，搁伫咧武汉肺炎和自然影响之下，变甲真凄惨。北京政府顶个月发布的国安法，加强中央政府对这座自由城市的掌控。真侪国家拢对香港发布旅游警示。以6月份来举例，去香港的旅客人数，甲去年同期的14606人比起来，是了99.7%。面对这款的状况，旅游业者根本袂活止。一个专门伫咧香港经营在地文化历史深度导览的旅行社，活系香港2月份开始转型，该活推出广东话主题式时薪旅游，以8月中的海滨甲你看建筑的行程来举例。淡薄仔旅程有导游甲建筑文化评论员来解说，分享老社区伫咧历史的故事。And the feeling is a bit surreal. You talk to a mobile phone, but you know that you're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dozens of people who are so eager to experience the street and also to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the street. So we try to be more engaging and interactive, and therefore we, for instance, we add a lot of elements like polling. We talk to the experts. We ask the participant to do something, say sketch. 每一座行程超爱出动8个工作人员来参加，一组出外景摄影，一组伫咧电脑头前甲参加者互动。目前所有行程全部免费，完全是靠政府的补贴甲私人管的钱来营运。我系香港1礼拜塞一个行程，70个仔差不多一个暗时就报名满。英国实体行程差不多拢爱1礼拜时间，才会当到一团。Well, I joined the tour because during the pandemic, it's quite boring and there's not a lot you can do. And when I found out about the tour, I just thought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It's in Kennedy Town, which is where I grew up, and my sister is an architect. So learning about architecture in the neighborhood was just a really great thing. 我现香港当地几月9月份开始推出海外版的用英语来进行的线顶收费主题式的旅游，费用超市100块港票。记者综合报道。古早埃及的人死去了后，尸体会摕去做人干，就是华语讲的木乃伊。动物嘛是会摕来陪葬，也是祭拜哦。英国学者就利用电脑断层来研究，希望会使进一步来了解2-3千年前的埃及文化佮当这时的生活。长形的动物木乃伊经过微型电脑断层扫描，内面麻朽的骨头看甲真清楚。
第二句内面是一只鸟，头甲身躯已经分开。第三句木乃伊是细做规定的棱骨，看会出是一尾蛇。英国斯旺西大学工程系专家用这种比一般医疗短暂扫描更加清楚100倍的技术，毋捌看过3D 空间高解析影像，连正幼的喙齿拢看甲正清楚。搁再用3D 列印技术将骨头印出来，互研究人员较方便研究。We were able to see inside the animal mumm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3 dimensions, and that's really helpful in trying to tease apart those different aspects like the species, the age, and how it died. And so from that, 用精密的扫描影像替木乃伊动物验尸，会当帮助了解2000年前的环境甲风俗。譬如讲，药剂有问题，可能是气候大数欠水。investigation potentially revealing lots of new insight into the animal lives at the time, but also of the people of the time, how they lived and worked, and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also. 伫古早埃及人甲往生者做做木乃伊，是为着要保存身体等待重生。因若动物做做木乃伊，目的包括陪葬或者是供奉神明。因为祭祀的需求真大，动物木乃伊甚至变做一种产业。2019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扫描800多个动物的木乃伊了，结果发现只有差不多1/3是有做好防护、保存正好的正港的木乃伊。另外1/3只有动物部分的尸体，所剩的1/3根本拢是土草啊钱的内底啊尔，毋是真正动物。这项研究敢若是拍开时代窗口，互科学家会当进一步观察2-3千年前的古埃及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维加拉斐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3大高人之一哦。也毋过，今年拄好是伊拉斐尔过身500周年，专家利用人讲是伊的头壳骨，所以用 3D 画图的方式来画出伊在生的时阵的面貌啊，咱嘛做回来看卖。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万神殿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3杰之一拉斐尔的梦。拉斐尔的大体133年被恶菜，了伊个重新带落去。罗马第2大学的各领域的专家合力透过 3D 的组织分层技术，重建拉斐尔面。Tecnica della ricostruzione facciale 3D è una tecnica scientifica consolidata, applicata tante volte sia in ambito forense che in ambito scientifico, anche in ambito storico, ad esempio il volto del Petrarca. Di Raffaello Sanzio, appunto utilizzando quegli spessori come riferimento per posizionare i tessuti molli e la cartilagine e la pelle e i muscoli dell'individuo. 虽然专家讲用这种技术，甲本尊的同款度会当到85%，也毋过甲拉斐尔伫1508年的自画像，也个伊生前最后100家变为自画像内面，倒边的拉斐尔片仔的形敢若无啥共。200自画像内面，拉斐尔敢若甲家己的片仔做微整形，为了更较旧。这是伫咧做面部重建时阵发现的趣味的代志。He was the most contemporary artist, and everybody knew that. It was not that after his death they said what a big artist he was. Everybody know he is up there. He is the genius. 拉斐尔26岁就入去罗马教廷画图，梵蒂冈也珍重真侪伊的作品。英国2020年拉斐尔过身，才37岁。本来外界认为拉斐尔是因为男女关系过多得到梅毒而死亡，也毋过真正有专家公布研究结果，讲伊真可能是着肺炎过身。记者综合报道。接回来看今仔各地头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
基隆港有一段无平凡的岁月。繁华的背后是一阵辛苦的劳动者经调理，大家拢叫伊古里，一阵不愿向命运认输的人，看因勇敢活出上感动人心的故事。每礼拜一到拜五在记者厅，古里特别公司台语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仔哥哥。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汤拖。这像诶，汤拖汉字写作汤拖，罗马字写作特昂糖、特瓦拖。糖第5条，拖第7条。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汤拖，早就超过100万种啊！因是一种无梁骨，身躯分做头、胸、腹3节，有6支脚、虎眼，甲一对触角的动物。住伫咱厝内的汤拖，常在会看到的有。1点钟会当飞40公里。是个达秒钟震动300摆的好神，头长去，佫会使活1礼拜，上侪人会惊，佫讨厌的加纸。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佫较重1400倍的物件。做爱食叉头，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还佫有会甲人加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咱厝内有饲猫仔、狗仔，爱特别注意的家走。咱认为嘛为着利益，饲一寡汤拖，亲像饲芳会当卖灭；饲淡仔，伊若吐淡仔丝，会当摕来做衫裤、被、保养品等等。淡仔嘛叫做牛仔。俗语讲救虫唔通救人，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要救人较输咧救虫。佫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好神滴盈盈壳，砍头砍面，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看无头前。咧讲人足戆，唔知死我的意思。溜、汤拖、虎眼、触角、虎神、加纸、狗虾、救虫唔通救人、虎神滴盈盈壳、砍头砍面。汤拖是真古锥的动物，观察因的生活嘛真趣味。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